先來看去年底呢，有2個泰國移工去移民署的高雄專勤隊來投案，這2個人身軀頂是無半身，而且呢嘛袂曉講華語。經過調查才知影講，原來這2個是互人拐來到台灣做臨時工的，逐工都愛做超過16點鐘，而且薪水呢嘛無照實摕到。後來警方是查到這幕後非法的中人集團，抓到14個嫌犯，嘛佇苗栗的山區來救出其他7個受害者。不要跑啊！警察來救你的，有沒有危險？警方口氣溫柔，安達移工愛見唔免驚，唔通走。去年底移民署高雄專勤隊接到2名泰國籍的移工來投案，因為2人袂曉講華語，身軀頂嘛無錢。進一步了解才知影，因是互拐來台灣做臨時工的。因為幕後敢若有非法的中人集團在運作，移民署隨會同警方追查，佇咧苗栗山區找出受害移工，攏總找到7人，其中受害上久的是112年就互拐來台灣，因為薪水攏互扣掉咧，無才調走嘛唔敢走。不要跑！不要跑！不要跑！沒事，沒事，回家回家。移民署表示，這個非法的中人集團對112年起，都找水姑娘在農場果子園翕水水的影片，大文講來台灣機票免錢，有專車接送，薪水1天1000，還有加班費，甲這假廣告囥去面冊，寫泰國人來台灣做臨時工。移民署講，這移工來台灣攏是去種果子啊，較濟，一個人愛辛苦6萬塊的泰國錢給中人，有袂少受害者攏是賣厝賣地賣來賺大錢，最後煞成做一場空。但受害人來台後，不僅被當成商品，還遭拍照上傳，提供各個非法雇主挑選，並逼迫每日高達16小時從事高強度工作，克扣薪資總計達新台幣70多萬元。中人集團甲薪水扣掉咧，方便白寫移工。若發現移工無啥人要請，就會甲因趕轉去泰國，還是再去互移民署發落。移民署表示，對112年甲呾，估計受害者有上百人。現在這14名嫌犯也全部按照人口販運控制法定罪名，移送地檢署偵辦。記者郭家祖、屈超陽、高雄場報道。